爱慕上我一切暗涌嘅状态，冇面了解。困住嘅你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叫做黄子轩与山平快，山线的平快车。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叫做《阿耶哦呀》，阿姨的黑椅子，一起来猜看看，这是一首闽南语歌还是一首原住民歌曲，好不好？好 ，1 2 3 4。哦阿耶哦哎呀，哦阿耶哦哎呀，那呀哦哎哦咿呀，西边公路边啊。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即兴畅游的计划，然后跟群众直接的互动跟分享我们的音乐。我想起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去京都的岚山旅行，我去坐那个岚山的小火车，在途中呢，列车突然就停下来，然后后来就发现是列车长进到车厢里面，然后拿了一个天狗面具，然后在逗弄乘客。在那一段路程中呢，我觉得虽然只有短短的20分钟，可是却是我在旅程中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记忆。那我就在想，或许我们可以用我们最熟悉的方法，我们唱歌，我们用音乐的方法，在车上能够跟乘客互动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成立了这个黄子轩与山平快。山平快就是山线的平快车的意思。那我希望借由车站与车站间的移动，车厢与车厢间的移动，跟他们直接的交流，然后让他们认识我们的音乐。谢谢。阿耶哦呀，阿姨的黑椅子。今天如果你要出门呢，不管你是搭快车还是慢车，其实目的地都是相同的。可是平快车，它的速度又比别人慢，它停的站又比别人多，就是因为这样，它必须礼让。那因为礼让，反而产生了更多我觉得生活的哲学。因为礼让，你获得的风景也比别人多。那接下来呢？就跟着山平快，我们一起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吧。1 2 3 4。夏天给人一天，让儿时给迷途，爱上你的裙摆，天然风中跳舞容，天空用的茶壶，走同一节茶香，爱打开了茶窗，打开老你的想象。窗外风景不是停过，行过了山过解山，轰隆隆隆又起个 tempo， 在车站后台大都中央，平快车后座平凡的梦行里，特多，怎么一定比较快乐？平快车后一多多点过，通来通去不是跟人匆匆忙忙，歌唱用把重点不中用。春天的风吹送，松松延延前面爬后，爱上你的笑容。爱一餐又一餐，窗外风景不是停过，行过每只是几百块，每三年的春夏秋冬。
悲哀一餐又一餐。谢谢。2016年的 NLU 在途那都进口种以后咧，其实冲跳是有当台舞推绕墙 NLU 去唱歌。不过我冲跳是都较上的是，像我安用的母语、任何音、安用的创作音，我们的音乐的群众到底在哪里？所以在音乐创作里面呢，我们经常想把我们的生活哲学放在里面，就是刚刚好的知足，不强求的平凡快乐，全部的捞去种你，你的品快差地不会读。你用母语的创作方式来唱出大家的欣赏。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我们叫做黄子轩，我本人山平快乐团，山线平快车，就跟你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是有呼应的。那我们待会要唱的这首歌呢，是一个客家话写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好好坏坏》，中文的意思就是好好坏坏，对，那就是我们常常在跟自己讲说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， 一切都会好的。我们现在唱这首歌给你们听哈，好好坏坏 ，1 2 1 2 3 4。我想我一起安用的状态，没人了解，困住的灵魂，硬化的姿态。我想我一起爱不人规范，能做嘛该，散发的能耐，没人讲爱一定会是拜拜拜拜。俩下就行自由自在 ，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， 好好快快，心跳嘅浪海，俩下就勇敢 ，Everything's gonna be alright， 好好快快，把公来天笑，俩团来唱，俩下会是精彩。在那里自然，自比那里摇摆，够有够嘅精彩，也唔是烦恼去，也唔是烦恼爱，这俩家发发世界关机，好拜谢谢，好好拜拜。歌唱拥伴中人的空有。子轩只要有表演，从北到南我们都会参加，所以我们不是他的铁粉，我们是他的钢粉。钢粉。尤其今天又是在新竹表演，我们更是要去参加，帮他加油。子轩从开始创作以来，他所有的
作词作曲的，我都会把它收集在我的 USB 里面，然后放在车上，边开车边听。所以我对他的歌很熟悉。有时候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突然 cue 我一下，我都会哼上2句。所以是临客不得了，袂使浪费，袂使浪，总被老去。记得上一次在河岸留言看到你那一次第一次发那个华语片的时候，我觉得当时很厉害，你们一个人唱10几首歌，也不用看词，也不用看提示，就可以从头唱到尾，怎么那么辛苦啊？你要上班，然后要写歌，又要练团，晚上又不见得睡得好，尤其住在那个号房那边的时候，想到真的是舍不得。去到偷偷帮他打扫，回家路上还想说，哦，祖先好可怜啊，好好的家不住，跑到台北去发展。不会啦，我们已经很幸运了。我觉得父母看小孩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以前在这个地方，我说护城河这个地方，第一次看我演出应该是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新竹之星。其实那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在演出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从台下递了一条毛巾给我。对，因为你第一次看到。没想到我儿子在台上演出怎么那么累，就递了一条毛巾给我，然后我还说这我妈妈，你还这样，你最虚荣的时候。我虚荣哎。可是你知道那多久了吗？16年过了。我觉得，就是我们人生难得走这一遭。从小我就自己写了一个那个梦想清单，在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在我的那个清单里面还没有做到的。我觉得我们就是逐梦踏实，然后用我自己的方法，好好的把它完成。这首歌叫做《小都漫游》有一半的闽南语，有一半的客语的 rap。我觉得一个游子要离开家乡的时候，会想到再回外北部跟亲家，我就会觉得那是要离开家。可是我回到家乡的时候，也是再回外北部跟亲家。这个故事的脉络形成了这首歌《小都漫游》，跟你们分享。行过老市场的柑仔店，总会怀念较早的生活。把门窗甲东门城，车头骑甲西海岸，风吹来一冬过一冬。西阿哥用袂安有生，啊干讲伊个大牌，无从俩面的不过，有就是亲像会本年底，甲跳落每号做时间唔系安样的。爱阿太多爱把总强山推引，是世界上甲芳客家己放心，该愈个东行都该愈个死，爱着甲做个名号，系莫因唔知，唔讲伊唔知，爱讲跳是地面了的风光的事情全部死在过去了下一堆小屁，就排乱乱去萝卜嘅面皮写字，却本应看唔起，因讲这真小秘密，为阮钱砸唔地，我着甲做用时间长定人生苦力，讲了了故做事情在做当风沙皮，我当上全都故意假死，有因为我骑一台脚踏车，登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，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。我骑一台脚踏车，踮到历史野想的路边头，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。相信天然飞鱼，土爱传奇。我骑一台脚踏车，踮到细汉
汉时佚佗的路线，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。我骑一台脚踏车，踮到历史野想的路边摊，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。手谢我吗？我骑一台脚踏车，踮到细汉时佚佗的路线，再会我的爸母甲亲情。我骑一台脚踏车，踮到历史野想的路边摊，再会我的青春拢伫这。谢谢。接下来到了一个我很紧张的时刻，我想欢迎我的老师黄连玉老师，阿玉哥。大家好。玉哥就像我不只是说前辈啦，有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老大哥，我对他的。我不要说敬仰太矫情了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在前面做了很多事情，在前面的一个前辈，然后我常常看着他做的事情去作为我学习的一个样子。新一代音乐人年纪都蛮轻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一定的，是才华一定有的，有创意，可是就少了那么一点点那种过去我们那种豪迈，就是自由度还是需要再大胆一点。我觉得玉哥他即便是他已经很有成绩的在这个乐坛上，可是他永远都不会停留。以前我会帮玉哥开车，就是我们出去玩，然后我帮玉哥开了他的小车。那时候影响我很深的一句话，我到现在还放心。他就说：“黄子轩，你什么东西都不要信，你是做音乐的，你就相信音乐这件事情是。”玉哥讲完那句话，我就一直放在心里。其实或者他没有那个意思，他其实只是丢那混的随便乱讲，但是讲嘛我也忘记了，他不记得。你看，可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我这影响我很深。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要请你来跟我一起同台，我真的昨天就睡不好。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咖啡喝太多了，昨天少来。我以为你的场子那个年轻的美眉很多，他们都很年轻啊，结果这么年轻的你没看到吗？唱《欢聚歌》好不好？对，欢聚歌。你们一定会唱啊，一起唱好不好？可爱的形影自从照顾一家己种，用心来奉献，领导有山有水，世界人民的风度，起个家己。你爱记得心头轻松，叮当你的脚步，快乐的时间袂当来耽误。嘿呦嘿哦，嘿呦嘿哦，嘿呦。
有山有水，四季分明的报道演戏家己。斗阵来练歌，学歌声才要人命，咱是有缘斗阵的一家伙人。咱拢莫搁怨，哪咿呀哪呀哦嘿，啊你来做伴，哪咿呀哪呀哦，咱拢莫搁怨，哪咿呀哪呀哦嘿，哪咿呀路怨，哪咿呀哪呀哦。哪咿呀路怨，哪咿呀哪呀哦嘿，哪咿呀路怨，哪咿呀哪呀哦，哪咿呀路怨，哪咿呀哪呀哦嘿，哪咿呀路怨，哪咿呀哪呀哦，哪咿呀路怨，哪咿呀哪呀哦嘿，哪咿呀路怨，哪咿呀哪呀哦。歌唱拥伴中人的空影。明天平快车就要开到桃园来了，我今天晚上要先来找明天一起合作的伙伴 DJ Siri 的成员拉链他们呢也是在台湾居住很多年，来自印尼的新移民朋友。今天呢，我跟 DJ Siri 的拉链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深夜唱片行，它是全台湾第一个关注新移民议题的一间小店。那在那边呢，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酷的东南亚音乐。哎，阿巴嘎巴，对，哎，喝什么？喝什么？来，耶！来，我们想一下。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就是还蛮常来这家店的，然后从这边开始认识到钟明，然后就认识到很多人了。我们以前过年年夜饭的时候，发觉有些我们的朋友就是外籍的移工或者比如学生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，我们就希望说在年夜饭的时候，能让他们玩音乐的人可以过来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在创作一些音乐跟表演。我会认识 DJ Siri 也是因为来到深夜唱片行然后在那一天晚上看到 DJ Siri 的演出，真的很惊人呢，真的，尤其是我看到那个 Yosef 跳到桌上的时候，一个晚上唱了30-40首歌都不想停，我都累了，你知道？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在中立，其实中立早期就是很多的工业区，大大小小工业区，最早是从泰国的朋友过来，然后后来是印尼，最后再是越南。对，然后由这些人，然后才产生了这些文化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文化、台湾的音乐在未来一定要融入新移民的音乐元素。在台湾，然后有菲律宾、有印尼、有越南、有泰国的朋友，然后一起齐聚在这里，10年、20年后就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台湾元素。音乐其实不再讲什么语言，其实不用听得懂。人家就可以感受你的那个 body language， 没错 ，body language。其实我们今天是要来练团的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很喜欢 Yosef 跟拉链，我真的很喜欢他们。就是跟他们每次一起唱歌的时候，我自己觉得我是学习了很多。其实这一次我们等一下要演唱这首歌呢，这首歌在印尼听说很红，叫做《蓝妹蓝妹》。你们可以念一次吗？蓝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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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意思啊？Happy
热闹热闹。我问 Yosef， 他中文不是很好，他说拉美就是热闹一次，拉美就是热闹2次。等一下唱这首歌叫做拉美。黄子轩与3平快 featuring DJ Theory。Mari rapat kemari jangan takut beta cuma polose. Pada saat putar baik-baik, jangan sampai alat tagai, nanti bisa pulang berkala. Oh, rame-rame, mari katong badansa rame-rame. Goyang badan manis. 帮我唱客家话。唔管伊喺哪边来，唔管伊讲哪边嘅话，在哪边大家都係英雄。天天俩只舞团跳舞，在舞台迎向下來，冇強用嘅伊就從強用嘅歌。Rame-rame. Mari katong badansa rame-rame. Rame-rame. Badansa goyang badan manis. Oh, dengar kondisio. Malengang dan menari, angkat kaki, atur langkah baik-baik. Jangan pulang nona, menenang dan menyanyi yang pantun bikin rame pesta. So asal bisa jaga diri baik-baik, nanti bisa pulang berkalai. Rame-rame, mari katong badansa rame-rame. Put your hands up. Hey, rame-rame, mari katong badansa rame-rame. Oh, hey, rame-rame, mari katong badansa rame-rame. Hey, rame-rame, badansa goyang badan manis. Come on. Woo. DJ Theory in the house. A pretty energy. 谢谢。 Thank you. 这一次我们在《异乡人》专辑里面呢、有一首歌叫做《他乡变故乡，他乡变故乡》啊。这首歌其实是想要讲一个在异乡打拼的这种心情呢、其实也是想要借由这首歌去讲我们在台湾新移民他们的现在的处境。我来台湾，自从读大学开始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有15年了。比方说同学有问我，是哪里来的什么什么，然后他们说哈你是印尼人，那就开始很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，这样，你家有电视吗？有马桶吗？没有。大部分对印尼的认知可能跟我们不一样的。其实如果以音乐来讲的话呢，我们在印尼是还蛮多办那个比较大型的音乐节这样子，包括 Java Jazz 那种的，有空可以来。我有去过 Java Jazz， 赞，超赞的，真的很棒。我觉得新移民在未来的处境，可能也有可能像现在的客家一样，我们虽然过去都是客人，但现在我们一起站在这个土地上，我们都是未来的主人。
我们在《异乡人》这张专辑，其中一首歌叫做《他乡变故乡》，他乡变故乡。这首是一首客家歌，可是中间有一小段，是 Yosef 跟拉链的创作。Walaupun kita berbeda, tapi kita tetap satu tujuan。就是兄弟啊，虽然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同一个目标，一起生活在台湾，我们都是台湾的一份子。这首歌有印尼话，有客家话，他乡变故乡。等待天公的所有嘅兄弟向下变下去，我有着感觉，敷衍嘅祈祷，上会用力企在两片土地，半生恋爱嘅青春都在两边微了，一家家来处理。Walau kita berbeda, kawan, tapi satu tujuan. Bahu membahu kita, kawan, bersama berjuang. Ngài từ yên phong lời lẽ bình ý kêu tha hương biển故乡，你莫看衰ngài，你可能強意在主動。ngài từ yên phong lời lẽ bình ý kêu tha hương biển故鄉，你莫看衰ngài，你可能強意在主動。Put your hands up！ Kawan, tapi satu tujuan. Bahu membahu kita, kawan, bersama berjuang. Ngài từ yên phong lời lẽ bình ý kêu tha hương biển故鄉，你莫看衰ngài，你可能強意在主動。ngài từ yên phong lời lẽ bình ý kêu tha hương biển故鄉，你莫看衰ngài，你可能強意在主動。ngài từ yên phong lời lẽ bình ý kêu tha hương biển故鄉，你莫看衰ngài，你可能強意在主動。ngài từ yên phong lời lẽ bình ý kêu tha hương biển故鄉，你莫看衰ngài，你可能強意在主動。谢谢。歌唱用萬種人的共鳴。没想到巡回今天就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站，到了板桥站了。当初我们一直开玩笑说，想要从
小 pub 唱到小巨蛋，从小车厢唱到大车站，想要把车站从一个浪漫的乡愁记号扩大成一个做梦的舞台。我很骄傲，在我们台湾这个人来人往的这个大车站里面，用我妈妈的母语唱歌给你们听。因为我妈妈从小是务农，然后住在农村。我们去山上那个荒郊野外的地方，然后妈妈就会说：“子轩啊，爱路的时节了，莫土爱带都该山当别啦，够猥琐啊。”妈妈就说：“老的时候不要带我去住在那样的地方。”这首叫做《山当别啦够》。打开车窗，吹冷凉风，一路四道街草山东风，树嘅米土，少暖嘅日头，今暝嘅温度嘟嘟好。爱嘅梦想，自在轻松，本爱因伊嘛该就不是错，简单最好。从今暝就好，平安航道一家点进角落。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歌，两只挥手只有缘的两三千个歌，爱相同难好，是飞来了等我，款待下个你，用伴流通。함성打开辣椒，天然人我吹冷风摆动，山东清河，莫言嘅背锁，花香一层一层飘过。爱行唔通，听都唔懂，老年相处用杯安怎讲？简单最好。你讲 simple as more， 心情轻松極快輕鬆。人生嘅方向，愛看無馬路，將盡一站生命顛簸，灑灑出走，來去天堂，到了這條路程，一點輕鬆，山東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歌，兩隻揮手只有緣的兩三千個歌，愛相同難好，是未來了等我，款待下個人會到馬街流通，山東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歌，兩隻揮手輕輕線一隻細細嘅希望，愛行通。看不清世界錯也很錯，我愛一站顛簸，感覺一點輕鬆。Come on， 手給我好！嘿，嘿，嘿。Bam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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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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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山東巴拉巴巴拉。揮手只有緣的兩三千個歌，愛相同難好，是未來了等我，款待下個人會多馬街流通，山東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歌，兩隻揮手輕輕線一隻細細嘅希望，愛行通，看不清世界錯也很錯。我愛一站顛簸，
点享受。吉他手曲奇。谢谢。得到原创母语音乐大奖以后呢，在客家圈有一点小小的名气了，那就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思考，怎么样用母语去创作这件事情。所以有时候也会去想说，还有什么题材，还有什么曲风可以去做发挥。因为其实像母语音乐，它其实跟现在的大众其实要接近，其实是比较相对辛苦跟困难的。所以我们在新的作品里面就会去想，用一些新的曲风，像是雷鬼、森巴或是爵士，会让大家看到它多元的风貌，也更容易接近它。755064菊花号。现在有很多的新移民的朋友，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，他们过去的母语也跟我们不一样。那我们在这个岛上，我们大家都用音乐一起交流，因为呢，唱母语都会让我们更有找到回家的感觉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《回家的路》，母亲的语言就是我们回家唯一的路。我们一起把板桥车站的屋顶掀开来，好不好？ Make some noise！ 无停的脚步，离开家已经落寞，颠簸，昏暗暗不清楚。夜光本无人挡住，脚印本夜风吹跳，一步步离开故乡土。 眼泪爱比出去，俺勇敢哭。离开我下的路，了东深处，有几多的苦，祈求敢喊袂记得，全部下的路，了东深处。 有几多的苦，用心感到无梦是怎么水流 ？Come on！ 眼泪爱比出去。 俺勇敢哭，离开无下的路，了东深处，有几多的苦，祈求敢喊袂记得，全部下的路，了东深处，有几多的苦。 用心感到无梦是上路，全部下的路，了东深处，有几多的苦，祈求敢喊袂记得，全部下的路，了东深处，有几多的苦。 用心感到无梦是怎么水流？